大家好，相信大家都聽過 ESG 呢個詞，可能大家對呢個詞嘅印象就係佢係在於增加營運成本或者係社會責任相關一啲可有可無嘅營商考慮因素。咁實際上係唔係咁嘅呢？我哋香港品質保證局將 ESG 視為一個全新嘅營商機遇，並開展咗 ESG Connect 計劃，希望透過今日嘅介紹，大家可以更加深入咁了解 ESG， 一齊連結 ESG 生態圈，對接機遇。通過建立 ESG Connect 生態圈，促進可持續嘅 ESG 發展。ESG Connect 計劃嘅設計，參照唔同國際標準同報告框架，包括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 SDGs、國際報告準則 GRI 同氣候相關財務披露工作小組建議 TCFD recommendations 等，務求與市場接軌。透過 ESG Connect 計劃，我哋鼓勵更多企業採納 ESG 相關嘅舉措，並就 ESG、碳行動、氣候應對或者 CBAM 就緒4個主題披露進展，同時加強與持份者嘅聯繫。而且 ESG Connect 計劃針對唔同 ESG 主題設計披露指標，方便企業更新同整合相關披露資訊。透過 ESG Connect 計劃，我哋鼓勵有經驗嘅機構分享見解同最佳實踐，發揮影響力推動 ESG。ESG Connect 計劃會提供一站式 ESG 披露平台。我哋透過一個簡單嘅電子化披露同分享工具，即係 Profile 概況，促進參與企業自願披露佢喺實現與 ESG 相關指標方面嘅進展。根據登記組織類別，披露平台預先定義咗 ESG 進展指標，簡化披露內容。而且進展指標嘅披露內容可以隨時根據參與企業嘅需要進行調整同更新。最後，概況卡可以讓參與企業輕鬆咁與不同人士，包括客戶同潛在投資者分享 ESG 表現，正面協助企業把握營商機遇。用戶或利益相關方可以通過 Profile Card 概況卡隨時隨地訪問或者分享參與企業嘅 Profile， 即係佢嘅概況網頁。呢個畫面就展示咗幾款概況網頁嘅示例。企業可透過 ESG Connect 計劃平台，透過二維碼分享企業嘅 ESG 表現。客製化嘅披露內容可以令潛在客戶更清晰咁了解貴公司嘅 ESG 表現。為咗滿足不同客戶嘅 ESG 需求，本 ESG Connect 計劃提供多個進展指標俾參與機構選擇，涵蓋咗環境、社會同治理3方面嘅議題。喺 ESG 主題入面，包括咗一啲受關注嘅議題預設嘅進展指標，例如降低水資源消耗、核算範圍1同範圍2嘅碳排放、減少範圍1同範圍2嘅碳排放、增強數據隱私保護同零違規事件等。參與機構可以選擇符合自身行業嘅指標，達至最符合業務需要嘅 ESG 披露。如希望了解更多詳情，歡迎聯絡我哋。多謝大家。